多谢咧，咱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透早呢，带这个参选立委候选人、参选人呢去邦桥指挥宫，小林说两个公开行程，拢选伫鸿海集团创办人跟郭台铭好朋友这个宫庙，别人认为讲这是要替侯友宜顾条啊卡。针对这点呢，朱立伦4两8千金表示讲啊，今仔日是回到服务8年的宫庙，毋过国党也宣布独立参选了后，国民党呢会用实施这个党纪的政策，和真个地方派系拢唔敢甲这个郭台铭共台。听讲郭台铭即马行程足歹排，所以讲改行夜市啊，甲市场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再拜。朝尾选新北邦桥选区立委参选人丁国春来到指挥宫，朱立伦下早公开因的活动，就选伫咧甲郭台铭真歹大票，替侯友宜顾条啊卡。我是回到我们这些主要的我过去服务8年的这些宫庙，这些宫庙都有跟我非常深厚的情感啊，也跟侯友宜有非常深厚的情感。那用实际行动帮助侯友宜面对贵党宣布独立参选，党中央嘛提出党纪，亲像进前国民党中常委范成仁陪郭台铭去新竹旗民庙拜拜，就刻意违反科技停权2年，就传出范成仁有去做主席纠情。大家都是以大我为原则，不能够考虑小我。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我们都是尊重我们考纪会的一个相关的决定。对付自己的同志与对付自己的敌人，还有凶残，我觉得我不晓得国民党在怕什么。对这件代志，范成仁嘛无做回应。不过国民党严加考虑，若过去支持郭台铭的人，都和地方派系看到郭台铭得惊惊，和国党最近的公开行程拢摆袂晒出来，敢剩这个所在。减少南洋的人合作，郭台铭伫咧联署，敢剩民间的公关公司斗相共。若是国民党无想要互郭台铭好食饭，郭台铭想要拼一个人出战，统行阿婆生囝爱食拼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